全福亨王今次又有全新嘅單位啦，介紹個門面先啦，民生齊全，仲有無障礙通道。先望望大單位啦，呢間 A 單位1329尺，擁有開揚嘅市區景，單位客飯廳分明，而且全屋南北通嘅。前面除咗雙排式嘅廚房啦，仲配有露台仔。而家交樓標準睇落去係大一房兩廁，但係其實有好大嘅發揮空間。大一房處可以做2間房，而且成個單位都可以做3房㗎。而且套廁個位置就啱啱好。再睇另外一個單位 D 單位，同 A 單位差唔多，但係1354尺，仲係擁有正式嘅露台啊！呢度都係望住沙梨頭，行到就係 L 型廚房。而且呢個單位同樣都有開揚嘅市區景。呢個大一房嘅位置都可以自己發揮，可以直接做2至3房。全福亨王實用率達70%，空間感都幾十足下嘅。而且嗰個套廁都係明廁。如果對全亨一手有興趣，歡迎 PM。